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哋信誠專業樓宇服務嘅驗樓案例分享。今日我哋要驗收一個位於錦上路柏龍呢個單位咧，係一個300幾平方尺嘅一房單位。佢嘅新業主咧邀請咗我哋去驗樓。當我哋入去單位開始檢查嘅時候咧，發現咗好多問題。首先，趟門頂嘅鐵板都已經鬆動咗，然後廁所嘅花灑安裝得唔好，試水嘅時候就已經見到漏水，要盡快處理好。另外咧，窗邊嘅玻璃都已經崩花咗嘅，咁呢個唔單止影響美觀啦，更加重要係安全問題。最後牆身有啲位置收口唔到位，呢個可能會影響日後嘅保養同維修。我哋即刻記錄咗呢啲問題，同埋建議業主盡快安排修理。信誠專業樓宇服務專門幫助業主發現呢啲隱藏問題，確保你嘅新居係安全同舒適嘅。如果你亦想保證你嘅單位無憂，歡迎致電我哋。